幾萬蚊一隻機械錶喎，但90%人保養方式都係錯嘅。以下5個貼士可以幫你隻錶少行好多冤枉路。第一樣，最多人中招亂校日曆，記住一個簡單原則：先轉時間，避開午夜，再校日曆，避免喺夜晚9點到凌晨3點之間校，因為隻錶入面已經自己換緊日，你呢個時候再去扭，就好似夾硬頂住啲齒輪嚟轉，長遠真係會傷機心。第二樣，清潔唔好偷懶，鋼帶錶其實好容易積污糟，用軟毛牙刷加溫水同溫和番梘輕輕擦錶身，洗完一定要抹乾。如果係皮帶就唔好浸水，因為皮帶吸水會變形。第三樣，遠離磁場，電話、電腦、喇叭其實全部都有磁。如果你發現隻錶突然行快咗好多，唔一定壞，可能只係受磁，簡單消磁就可以搞掂。但長期放喺強磁場附近就唔好啦。第四樣，上鏈要溫柔，要慢慢順滑咁上，一感覺到有阻力就停，唔好貪心再扭多幾下。強行上鏈真係好常見錯誤。最後每3至5年做一次保養，機芯入面啲潤滑油會慢慢乾，冇油摩擦就大，摩擦大磨損就快。定期保養其實係幫隻錶延長壽命，好好保養你嘅手錶，佢可以陪你幾十年，甚至傳俾下一代。想睇更多實用手錶知識同即時市場價格，記得 follow Watch Match。